莫拉克风采大发嘅屏东高速乡嘅丘寮丘镇，时至到800人公顷嘅田丘嘅无水好灌溉，佢当时农委会畅快打为5号水井，现在丘寮丘镇已经重建好嘅，也5号水井如工程顺推嘅，为所有经验也到水井对地方方嘅贡献，当地有人都希望屯水井6米化，有一个土地使用3强嘅屏东水利会则表示，只会无地处法令，亦能够很配合。为了紧急供水灌溉，咱开嘅太埔1号到5号水井，因为现在已经无再储水嘅，故所有太埔嘅村民希望将总督嘅4号水井6米化，除了作为莫拉克风采嘅纪念以外，也做得成为休闲老料嘅景点。至少这4口井是有它的历史由来故事，它可以结合我们的农业的观光，我们可以对外去告诉我们的游客，告诉外来的客人，告诉他们说，这4口井的由来。因为水井嘅所在地属于水利地，为水井6米化要得到屏东水利会嘅同意，故所屏东水利会表示，只要无违法，水利会会配合村民嘅做法。如果在这一个法令上许可的话，那么水利会配合地方上来做5口水井的一些绿美化的工作，水利会很乐意配合。是提供800人公顷田丘嘅饮水嘅太埔水井，为改道嘅农民保全嘅农产嘅输送。现在水井嘅功能虽然已经消失，但係村民基於感恩嘅心情，希望做得延續水井嘅故事，對水井嘅周圍種景觀嘅花木並設立圖覽嘅說明。本國當然記得5號水井對當地嘅神聖意義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